在曼哈顿的一个冬夜，伊克帕阿萨提最后一次和姐姐见面时向她保证，几个月后还会回到美国，带着父母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届时，他将成为第一个在哈佛法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的维吾尔人。那是2016年，他来参加美国享有荣誉的国务院领导力培训项目，但在返回中国的3周后，他就消失在东突厥散的拘留营中。今年冬天，他的姐姐莱汗阿萨提听说他因涉嫌煽动种族仇恨而被判处15年监禁。他说，他34岁的弟弟堪称模范公民，他是一名企业家，建了一个针对维吾尔人的社交媒体应用，并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格斯说，外交官们将继续向中国政府提起伊帕克阿萨提的案子。我们呼吁北京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并结束在东突厥散强行灌输和恐吓本国公民的严厉政策。中国关闭了东突厥散的历史清真寺，将其变成博物馆。中国各地陆续传出政府毁坏清真寺的新闻，其中以东突厥散的情况最为严重。在东突厥散，宗教自由的权利受到限制。有消息称，中国政府将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变成了博物馆，并向游客开放。历史悠久的阿帕克霍卡清真寺位于东突厥散喀什市，在武汉肺炎大流行之前就已关闭，现在供游客参观。维吾尔维权人士和受害者称，中国当局使用酷刑手段强迫维吾尔人接受汉族文化，比如强迫他们放弃伊斯兰信仰。近年来，中国在东突厥散集中营非法关押了300万以上的人，其中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穆斯林。研究指出，中国2019年度对美国直接投资降至10年最低水平。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与美国顾问公司荣典集团周一发布的中美投资趋势2019年度报告指出，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对美国投资在2019年便达到了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2019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降至50亿美元，较上年略有下降，也是自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尽管中美在2020年初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为贸易关系铺设更好前景，但在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下，短期前景变数增加。中国宣布，从下周2起豁免对79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为期1年。中国财政部在官网上公布，这项措施将明年5月18日到期。受惠物品包括稀土金属矿、陶瓷器、特殊用途的数字照相机以及导航用雷达设备。中美两国今年1月签署首阶段贸易协定，但在全球多国肆虐的武汉病毒疫情，让外界关注部分协定承诺能否实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5月12日说，他的武汉病毒检测呈阳性，换句话说，他感染了武汉病毒。佩斯科夫说，是的，我生病了，我正在接受治疗，并表示他上次见总统普京是1个多月前的事。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获得最好的医药照顾，他的健康获得严密的保护。